我要予伊的迄领面罩皮，伊教过了当，就算后来有重新反过，伊嘛袂输故意报袂记节，讲阿琴买即领面罩皮足实在，一直教袂歹。伊会安尼一直学落，凡说是因为伊实在想袂起来，即个家己上疼的孙，到底捌阁为伊做过什么代志啦？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阮阿公伫1980年过身，享年79岁。伊一世人强要无病无痛，想袂到有一摆感冒了后，规个身体总啊开始差落去。伊最近拢困规日的，嘛无食啥物物件，身体愈来愈虚，毋知是得着啥物病吼。听我安尼问，随访一位医生安尼应。你若讲迄毋是病，单纯就是老，也就是身躯某一个器官的使用期限到啊，功能豆豆啊失去，连带嘛影响其他的器官，落尾一个一个停起来。那安尼，你安怎处理较好诶？阿公身体基础好，亲像得过火，所以平常时罕伫顾中。毋过即摆的状况是，所有的零件拢已经消磨甲真崩啊，无才调修理，修理嘛无意义，就互伊顺其自然运作到最后啦。阿公身体基础好，凡说是甲伊少年的时阵学拍拳，佮加上以后做初档的膝头有关系。阿公有4个兄弟啊，伊排第3个。细汉的时，从阿弟地主因兜做长工，拍拳的功夫，就是伫迄个时阵学的。伊早无膝头的休困时，地主会找长山师傅来厝人教。好野人上惊风头、风抢，互长工学拍拳、做膝以外。毕业的时阵，阁会当兼做保镖，一兼二顾，蒙拉兼洗裤。阿公4个兄弟啊，伊20岁的时阵，听人讲9分是金仔山，若要翻身，敢若兄才有机会。
所以因几个人就对大溪闹跑去搞婚啊、挖金啊。结局三兄弟啊拢入矿坑，独独阿公无入去，因为伊有一对目睭自细汉就失明，人无爱互伊入坑，干来生伫矿区做杂车工。唉，我这爸母生性的怨叹嘛无效啊。不离个，人咧讲入坑挖土炭，性命剩一半。阿公凡事就是无入坑挖金啊，照在条平平安安过一世人。做杂车仔工，敢趁有钱？迄有影差济喏。有才调入坑的人，毋若工钱悬，拄着啊，阁有机会偷偷掖一寡金沙出来卖。啊，我即号矿区的杂车仔工是卖时间、卖气力，毋若工钱少，工课嘛无稳定，所以毋才会比别人较操劳。伫我的记忆内底，阿公亲像啥物工课都做，譬如伫炼金刚厂顾煤、修理路、种树啊、替林务局喷草、做旧理、担物件等等。也若无势头的时，就开垦菜园种菜，也是开垦一块山地种番钱，也阁有伫厝里顾阮遮的囡仔。无法度啦，人讲枵鸡无少锤。枵人无惜面底皮，为着顾腹肚，无做嘛袂使得。阿公毋捌字，伊的知识拢是过去的生活经验，一点一滴豆豆累积起来。6月一雷地九胎，9月一雷九胎来。今年风台一定足够。爱加木瓜石头来叠，厝挂才袂去后风掀起。阿公逐工早起开门，仰头看天，就有法度预测过到了后有西北雨。雨满早咧，啊无恁下晡放学转来会互雨淋甲淡糊糊。有时阵，雨落袂煞一个早起，伊会无定无甜，甲阮讲：看即个天色，恁下晡应该就会当上运动课啊。自细汉含伊做伙去搞婚啊，也是番薯园的山路顶，阿公拢会趁机会教阮捌一寡草药啊。来，阿公报恁看，这什么草啊？即种尖尖有刺的叶啊，号做刺仔菜。刺仔菜，敢会食得食？即种青草啊，咱无得食，毋过恁若是跋倒流血。挽即种叶啊，软软咧，固伫空喙面顶，会用得止血。阿公，敢有予喙齿袂疼青草啊？我定定喙齿疼。有喏，我找一个。这，即丛就是治喙齿疼的。即丛的叶啊，伊嫩足够水的。即丛是啥物草？即丛就是倒手芳。倒手芳。是安怎？毋是叫做正手芳，要叫做倒手芳。我嘛毋知，自我做囡仔的时，就拢叫伊倒手芳。恁品看卖咧，是毋是有一种足重的芳味？闻起来足凉的。恁若是喙齿疼，甲叶仔洗入去喙齿芳，会当消炎，喙齿就较袂遐疼。阿公，啊若发烧咧？发烧嘛有治发烧的青草啊，像这就是挽转去煮汤来啉，会用去退烧。
阮迄搭山区的蛇真高，阿公伫阮的册牌仔内面放一块柴箍。阿公，这块柴箍要创啥物？阿公甲恁讲，这真要紧哦。恁若无细字，互蛇夹着，就甲这块柴箍摕起来剥，喙烂吞落去，剥烂的柴泡，甲箍伫空喙面顶，用手巾仔绑好严，刷落去，赶紧转来厝里找徐大人。安尼知无？知。阿公教阮的遐个草药啊，阮拢捌试过，佫真正有效。独独四常早伫身躯边的蛇药啊，从来毋捌用过。而且时间久来，册牌仔内底迄块柴箍早就已经乌烧烧，无大记，佫互便当流出来的汤汁，个甲又佫臭又佫太高。哟，恐怖！看到会吐。万一真正互蛇夹着，可能嘛无人敢甲伊囥落去喙里剥。阿公定定靠家己的直觉，产生一寡奇奇怪怪的见解。毋过听到的人通常拢是安尼甲应。我听你咧讲，以早食鸡肉是大代志，只有过年过节，也无就是有重要的人客来相催，才有通食。毋过，就准讲是过年过节，嘛是一个人硬一地就芳走，因为爱留一罐。若无，惊万一有人客来，桌仔顶寒酸伤歹看。后来，大家开始时惊饲料鸡。以前四界走的鸡仔，后来拢关伫人仔来饲，寒人就牵电火球仔惊因寒着。迄款鸡啊，规工关伫人仔内，干那顾食、顾困、顾洗肉尔，连叮当也毋叮当，无怪互叫大戆鸡。大戆鸡足够大，较早的鸡搁较大只，嘛不过2-3斤。大戆鸡饲到7-8斤真正常。所以过年过节，鸡肉就解禁啊，又搁肥又搁高的鸡肉记在你眼，大人绝对袂骂。毋过阿公有意见，迄鸡有才调大甲安尼是逆天理啦。即种鸡肉食伤济，敢好？我听你咧讲，经过几落冬后，阮才知影阿公的意见其实是未卜先知。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子。阿公种菜是看季节，什么时阵种，什么时阵熟，什么时阵食，一切照天理。1975年，厝人对山顶搬去瑞丰市区了后，无所在通种菜，逐项菜拢爱去菜市仔买。有一天，规家口仔当咧食饭，阿公雄雄闹讲。暂时真侪怪病，伊拢袂好。恁敢知影为虾米？毋知呢？为虾米？都是食物件逆天理啦。寒人的菜热人食，热人的菜寒人食。即边根本种袂出来，咱嘛得食。后摆吼，10条命嘛无够死。阿公话讲煞，所有人拢咧甲看。大家目神分明，就是咧讲。我听你咧讲。一破病迄年，拄好新台票1000块开始发行。有一摆月初，领着薪水，转去瑞丰，趁钱互阿公一张。阿公，这张互你，这啥？新得的钱啦，
1000箍，单发行的。啊？1000箍？哎嗨啦！阿公，你是咧讲啥？这一张出去，就会使买足济物件，毋免先演过出门，就炸甲遐大字，敢毋好？当然嘛毋好。安怎毋好？你看，钱应该遐大张，表示万项要开始起价，无偌久又搁要4万换1箍啊啦！会记得阮后爸共款甲伊溜一个，煞来去吐槽讲：阿爸，我听你咧讲，时代无共啊啦。我是大孙，所以阿公对我特别好。只要伊做山工有收入，总是会偷偷约钱互我。要去倒位，若是需要一个伴，带的嘛永远拢是我。会记得我4、5岁时，伊爱我去九份看新剧，戏看煞，伊去面搭切一块猪肝，互我沿路行沿路艺。猪肝好食无？好食。你着保护伊有，才吞落哦，啊无会去见着哦。哦。结果半路落西北风，啊，好来啊！阿金啊，来，阿公爱你，啥看的？紧咯，紧来庇护。阿公一路走来，有用公庙的皮仔卡庇护。金啊，有压淡去无？小可阿爸。哼，哦，好佳哉有这间庙啊！若无这声，就淋甲淡糊糊啊！我到呾拢要会记这一楼关的味、喘气的声，也佮有我的面满意的低头针的感觉。更加会记这雨停了后，远远第5山顶面相停的琴，也佮有雨落过的山林，风吹树叶的声，佮大自然清新的气味。阿公，金啊，你转来啊16岁去台北工作了后，开始有收入，但是大概等去厝里，阿公照工会甲我扭去边啊。你来咧？安怎？阿公问你，你伫台北钱有够开无？有啦。伫都市便若出门，就爱开钱。你若开无够，甲阿公讲，阿公互你，知无？有啦，有够开啦。有一天接到厝里寄来的限时批，阿兄，阿公这个月初十要去台北的工地做顾口的，需要棉被。阿爸叫你买一领甲送去，伊的地址是伫松山区。阿公工作的所在是伫4、2路3段的巷仔内，厝新的阿门头粗坯已经完成。所以，伊是住伫地下室甲1楼相接的一间间仔。我去的时阵，天已经暗啊，厝内敢若一拍5级的电火球啊。壁角涂骹是一顶嵌伫阿门头砖顶悬的帮模做的面床，面床顶敢若一领草树啊，甲一粒阿门头袋啊，内面钱报纸的枕头。边仔是阿公迄领已经穿10几冬的袖啊。阿公，金啊！阿公伫无门的门骹口煮物件，细骹巷路面顶的鞋仔咧呛水烟。伊看到我，头一句话是讲：
你住台北是拢无钱食饭晓，哪会省家呢？有啦，我着生性食袂大块啊。阿公知影你今仔日会送面椒皮来，我专工去大菜市啊，买鸡肉，要甲你补一个。哦，香呢？花仔罐掀起来，内面是一大堆挂颔棍的鸡头，甲卤豆干钱。你看，这堆遮大堆，遮偌济尔，我无互都市人骗去哦。我知影，若是干那买一个、两个，一定较贵。所以我着甲讲，我全部买，你要算我偌济？吼，阿公牛呢？啊，哪会无看到菜？你拢无买青菜？讲到菜，着咽气，逆天理啦！菜园仔凊彩板着有诶物件，价小阁比鸡肉较贵。要走进前，我甲阿公讲：阿公，我坐落来即几工下暗，拢来陪你食饭好无？当然嘛好，阿公煮诶菜好食吼。我看你拄则食3碗甜甜了，吼吼。只不过我自头到尾拢无甲伊讲，遐个鸡颔棍啊，通常拢是规批袂互人剁幼幼摕去饲狗的。毋过阿公真够卤到真透，足好食。我要互伊的迄领面椒皮，伊甲几落重，就算后来有重新反过，伊嘛袂输故意放袂记节，讲阿钦买即领面椒皮足实在，拢教袂歹。我咧想，伊会安尼一直学落，凡说是因为伊实在想袂起来家己上疼的即个孙，到底阁捌为伊做过啥物代志啦？阿公入屋了后，阮拆开被单甲枕头笼，准备要摕去还的时阵，想袂到枕头笼一个扭开，2张1000块的纸票对内面连落来。这是啥？阿公偷藏的钱？我看一下，阿兄，这敢是顶摆你互阿公的？还阁新叠叠呢？迄是我一世人互阿公少数的钱。伊竟然拢无开，还阁保存甲那新的共款。迄2张1000块纸票，即马嘛要放伫我册房拄爱一个壳仔内底，甲阮老爸老母的手尾钱收做伙。
今仔日的广播剧《都市的挖角》，阿公的暗顿是由吴念真原作，赖江师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公林依婷演出，阿钦李继明演出，大汉阿钦释家元演出，细汉阿钦罗浩伟演出，医生王家仁演出，小弟苏胜富演出，小妹林玉芬演出，老爸赵子贤演出，老母简志佳演出，大汉的小妹黄芬怡演出。暖暖站门客，咱来故事串联地。讲出心内的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涂念陈一雄。伫迄个听讲九份是金仔山的时代，毋管是好野人也是散车人，拢会想尽办法走去遐挖金仔。毕竟无人会嫌钱伤多。作者的阿公自细汉就是一个散车囡仔，毋过却因为一蕊目睭青眉，无法度入去炭坑做工课，无牛有宰马，就用伊生活当中的智慧过日，嘛互作者对阿公有真深的记忆。阿公达不时照伊家己的智觉，产生一寡在别人看起来足奇怪的见解，也因为安尼，规篇文章有2句话。一切照天理，甲我听你来讲，直直出现。这2句话看起来是冲突的，有世代的冲突，嘛有对代志认知无同的冲突。譬如，鸡肉到底是要食放山鸡，也是饲料鸡啊？这个问题就会使冤家娘济。阿公是为着规家伙仔身体设想，其他的人毋是毋知影，只是认为时代改变啦。咱人嘛爱会晓变通，不离过，在我看来，因的冲突，甚至会当讲处理的人的呛声，煞拢是因为亲人对亲人之间有关心。作者是厝里的大孙，所以阿公对伊特别疼惜。伫作者大汉以后，有能力替已经是老伙仔，还阁伫斗甲人手工地阿公买一床新的棉被。阿公嘛为这个上爱阿孙，传一道简单够好料的同齐食。两公孙仔就安尼用家己的方式爱对方，互我想到，虽无管阿公伫我读国小3年迄阵就过身，但是我永远会记得，伊拢会带阮几个公孙偷偷去柑仔店踅踅，而且阁吩咐袂当甲阮母仔讲。年岁到啊，人自然就会转去。毋过，我对时代遐得到的爱，阁有对因的笑脸，颠倒会随时间阁较深沉。
仔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甲伊做伙，咱有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所以，来欢迎今仔日两位来挑战的成功大学的同学，两位拢是台文研究所哈。好，第一位是柯培敏。嗨，大家平安出头天，我是培敏。另外一位是林文晶。大家好，我是文晶。好，今仔日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前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凌春萧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感谢萧老师透过网络甲咱连线哈，现场甲咱同学做一个指导。另外，还有两位台语老师提供翻译的参考，包括咱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宏辉老师，也有咱台湾嘉士米计划发起人、打教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吴希美老师哈。咱共款对今仔日的广播剧当中哈，咱这个城市的角落也是讲城市的挖角阿公的暗顿，咱选5句华语词来互咱同学来挑战哈，要安怎来翻做台语。也当然，空中好朋友嘛，当针对咱的题目做伙来想看卖影，台语安怎讲较好势哈。好，顺利去，咱就请老吴清小姐用华语来念咱今仔日第一个题目。所有零件都已经耗损到一个极限，所有零件都已经耗损到一个极限。题目真短哈，不过可能无啥好讲啊哈。好，1分钟的时间，请讨论。真歹讲诶。喙较紧绷，喙较紧绷会使。伊个零件你要安怎讲？无就先讲零件。对啊，零件，规组害了了。规组害了了，哈，所有零件规组害了了。安尼讲敢好势，请萧立春老师甲咱讲解一下。因为就是讲有当时爱搁甲前后文配合。安尼要叫恁是翻译有较困难煞，因为还阁有前后文的吼，所有零件拢已经消磨到紧绷。好，感谢萧老师甲咱指导。所以，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先来听陈宏辉老师。所有零件拢已经消磨到一个极限。好，顺利去吴希美老师。规组拢差不多尾去啊。紧绷啊！好，咱听到希美老师甲萧老师拢是讲紧绷哈，也那陈宏伟老师是讲极限，吼，互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参考哈。好，顺利起来进行咱今仔日第二个题目。炼金工厂守夜、修路、造林、替林务局除草、当苦力挑东西等。炼金工厂守夜、修路、造林、替林务局除草。当苦力挑东西等。这个题目内底有足侪行业要安怎讲较好势？好，1分钟的时间，请讨论。顾眉嘛，做路嘛，做哪无安尼讲吼？顾眉做路，搞出来紧哦，像怎么了啊？洗金仔场，顾眉做路。做拿替林务局扫草，做骨力打命。好，真无简单。安尼讲敢好势，请萧凌春老师甲咱指导。迄个炼金工厂，你讲洗金仔场，迄洗金仔场是干洗金仔尔。咱知炼金是几啊种步数，包含较宽所以炼金工厂。工厂咱拢有咧讲嘛，一般学术界嘛有想讲工厂，炼金
练金我看讲练金袂使啊，洗金仔是练金的一部分尔。做路甲修理路无共吼，修路做路是本来无路，我要甲开一条路，迄个做路。即摆修路是路害去，要甲修理好势。做人嘛会使，做人嘛会使啦吼。替林务局除草、除草，看你去墙口。要甲因学落就是讲迄个古里，佫讲了对吼，做古里，担物件、担米仔嘛是会使。好，感谢肖老师。所以，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鸿辉老师。练金工厂酒梅修路做林，替林务局除草做古里担物件等。好，再来是黑米老师。讲啥物头路都做，伫轻金仔工厂顾梅，去修路，去种树仔做林，甲林务局斗除草仔，做古里担物件等等。好，所以三位台语老师拢有甲古里这个名词讲出来哈，所以各位会当甲古里这个词甲捡转来用这就是过去咧做咱讲做苦劳啊做迄个苦力的意思。好，所以来进行今仔日第三个题目。嚼烂的木渣则往伤口贴，用手帕绑牢；嚼烂的木渣则往伤口贴，用手帕绑牢。好，这句华语当然大家拢听有。问题若是要用台语来讲，安怎讲较好势？好，1分钟的时间，请讨论。迄个泡嘛，泡甲喙骨骨，泡甲喙骨骨的泡，啥物泡无讲？无甲泡，好。泡甲喙糊糊的木仔泡，糊伫空喙，用手巾仔绑好掉。好，这个意思应该有表达出来哈。不过安尼讲敢好势，请小林村老师甲咱指导。我的感觉是保护烂还是保烂吼？就讲保烂的茶油啊，茶油啊，讲糊是爱有粘性，糊是有，咱是糊啊黏黏安尼。我是讲搭伫空喙，先甲搭伫空喙，再用手巾仔甲绑条咧，用手巾仔甲绑条咧。这个搭甲糊无共的所在，差别一个会黏，一个无黏。好，感谢肖老师详细说明哈。所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陈鸿辉老师。布甲烂的茶油啊，就搭伫空喙。用手巾仔绑好安。好，再来是吴希美老师。万一互蛇夹着，就甲迄茶摕来剥，喙烂甲吞落，迄茶泡若剥有烂，就搭伫空喙遐，摕手巾仔甲绑好条。好，所以咱听到三位台语老师拢是用搭互咱空中好朋友，互咱同学做参考。搁再来进行咱今仔日第四个题目。更记得雨停后，远处茶壶山上出现的双层彩虹，和雨后山上松涛的声音，和大地清新的气息。更记得雨停后，远处茶壶山上出现的双层彩虹，和雨后山上松涛的声音，和大地清新的气息。哇，这题差不多是魔鬼题的程度哈。真正无好烦哦，请咱空中好朋友，也有咱同学现场思考一下哈，好来计时1分钟。松涛是啥意思？我唔知啊，这个我知，这个是轻甲低啦，上站的就是轻甲低啦，迄个山顶的迄啥？会记得迄个轻甲低，树拿的声，土青芳的味。好。真厉害，听起来咱是有翻出来哈。好，咱来请小林村老师甲咱指导。相对较歹翻译，因为咱台语无直接对应的词，所以我嘛是爱甲讲山顶雨风吹过，双树所发出，那像海涌的声音。
伊是一种声音，吼，因为这变做爱自迄个意思来讲啊，吼，咱台语有咧讲大地，大地吼，大地会使讲大地，清新嘛是会使讲，清新嘛是算台语，有一种叫做华台共同词，对华语、台语共同咧用诶，迄款诶，咱就免搁去甲特别搁翻译吼。迄个尾啊气息，我是讲，若讲气息啊，气息啊，捌听过无？气息啊呢，也是讲清新诶气息啊，迄个气息毋是介大声，所以讲气息啊就好。咱讲迄个天顶诶落雨了出现诶晴，到底是算一顶还是一站，还是艺嘛是有人讲啦，吼。最后是我问的是讲，迄个晴是算顶还是算站？迄个相顶的晴，恁毋知捌看过晴无？我住伫山里，定定看到迄个晴，像落雨煞，若有日头，就会出现晴。迄个晴有当时会两顶，迄一顶顶悬搁一顶，一顶就七彩，顶悬搁七彩，安尼算顶。好，感谢肖老师针对彩虹这个晴，甲咱做详细讲解。搁再来，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芳辉老师。搁较会记得雨停了后，地高山顶出现双缘的晴，雨后山顶青仔沙沙的声，和大地清新的气味。好，说入去吴希美老师。搁较会记得的是，雨落山了后，迄无远地高山顶面，常时出现擎甲月，两站踏做伙，伫山里青仔食着风，那海影看来看去，土里嘛不出新意，迄款清芳。好，即句确实无啥好翻吼。咱卖当发现讲三位台语老师的讲法拢无啥共款。其实咱教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本来就有真侪无共的讲法，重点是迄个意思爱表达出来，讲法无一定共款，所以要安怎讲较好势，可能好比咱家己搁再思考看卖咧咱老师的翻译、同学翻译，拢互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再来进行今仔日上尾一个题目。屋里只有一个垂挂着的五烛光灯泡，泛着黄光。屋里只有一个垂挂着的五烛光灯泡，泛着黄光。好，听起来意思嘛非常的简单。问题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电火烛啊，那是拍我做，伊迄五节光迄安那算啊？交换啊。对，五节光吼。厝内吊一拍黄昏光的五节光的电话烛啊，讲甲我都写下一个无，吊一拍，就安尼啊。就安尼。好，有影这最简单的意思，问题要甲讲做好势，确实爱有一寡技巧好，咱请萧林春老师甲咱指导。一拍是对电话球啊，你嘛讲了对迄个黄色的光还是黄光，拢听有啦就讲厝里甲厝内，可能伫遮厝内空啰嗦，厝内剩5个人，迄阵讲厝内较济，讲厝里只有吊咧5节电话球啊，咧哪黄光，我语法是我照迄个原稿的语法来讲好，感谢肖老师的讲解。所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陈芳辉老师。厝内干那一个垂吊的五节光电火球啊，黄黄。电火球啊，黄黄会当来形容昏黄的灯光好，所以去吴希美老师。厝内干那一粒电火扑啊，为天棚垂落来，吊伫遐五节光尔，黄黄。好，希美老师嘛是讲黄好，
好，今仔日咱的台语教室非常感谢萧林春老师现场指导，也有两位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局内面演阿公的林依婷。今仔日节目听煞，毋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问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传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斗闹热，请上闸门溪电台详细了解。敢有好喙齿袂疼青草啊？我定定喙齿疼。有喏，我找者。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课电台制作、嘉师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思念》，也有牛肉汤禁忌的滋味。欢迎准时收听。这块茶裤要创啥物？阿公甲恁讲，这真要紧哦。无反应，你就莫搁继续讲。你讲话是爱等伊有反应。哦，担头咧。哦，系啊。无你甲回应者，你甲回应一下哈。系啊。人讲枵鸡无少锤，枵人无少面底皮。为着顾腹肚，无做嘛袂使的。阿钦买一领面椒皮，足实在，拢教袂歹。